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8月初三，是咱第141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台湾文学欣赏会。我是阵呢，今仔日的主持人。今日咱真欢喜招到文晶，文晶伊是打到台语开讲社的创社社长，相信大家各位有志拢有听过足侪，就是打到社办的活动，到即嘛嘛是拢各种拍拼咱台湾人的事工。伊嘛是即阵论文拄写了，因头家嘛是就是咱熟悉的朱教授安尼。伊的论文就是咧写讲使用无共罗马字系统的人，因后壁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咧想啥，是安怎会做出安尼款的选择甲行动。所以今仔日真正小腾腾，就是伊拄考试煞，就专工就顶来甲咱分享，就是伊所研究的主题。大家就做伙来听嘛，甲问题传落好，来准备来问文晶。尼咱煞来甲时间交互文晶。好，交互你。应该是有。好，大家平安出头天，我是文晶。我今仔日要讲的题目其实是我的小事。拍摄有回并且有回音哦，论点你可能你的麦克爱关。好，好，安尼大先我先小解一下我家己的，因为我会做这个题目其实是甲我的个人经验较有关系。我是打狗人，我伫打狗出世，伫打狗大汉，伫打狗读册，一直到我就是离开到台南，就是读成大台文所，才离开打狗安尼。我细汉的时阵是阿嬷带大汉的，所以阮阿嬷因为伊袂晓讲中国话，伊干那会晓讲日本话甲台湾话，所以我细汉的时阵拢是爱含伊讲台湾话。嘛是因为安尼，就算我就是大汉入去体制内学校读册了后，我其实足久的时间可能拢无啥物，就是伫外口拢是讲中国话较济嘛。毋过至少转来厝，就是一定爱含阿嬷讲台湾话。嘛是因为安尼到大汉了后，想要甲台湾话捡转来的时阵，嘛袂有伤大的困难。我是到2014年的318的时阵，就是到迄进前，其实拢对政治无啥物有意识啦，就是知影阮爸是立的安尼尔，可能嘛毋是介了解。一直到就是318的时阵，就是迄个时阵伫电视就是电视看到，迄个时阵就是3月23冲行政院的时阵，迄个插头就是讲甲足凶的，就是迄个画面伫电视内底拢有报，所以迄个时阵其实心内 shock 足大的。到迄个时阵才开始去想要了解讲，中华民国到底发生啥物问题。一开始其实我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其实嘛是一直拢有咧改变，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到中华民国毋是一个国家，搁到台湾需要建国，其实这是一个坎站一个坎站行过来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我为迄个开始有政治意识了后，就是我会想要去想想，毋知影是安怎，有一天开始就是会去想着讲，是安怎我讲台湾话，也是讲外口的政治人物讲台湾话，毋过台语敢有文字通书写，迄个时阵完全拢无想着即个问题。毋过有一天开始就想即个问题。迄个时阵就是有看到社区大学伊有咧开迄个台语课，所以迄个时阵就去上，就是过长冬。迄个时阵是上迄个陈金花老师的台语课。到迄个时阵才开始，因为上台语课了后，学台文了后，语言的意识才精神安尼。
好，这个互大家看者，就是倒手边是歹势中文间隔。2015年的时阵，迄个时阵是我第一摆上台语课。其实我放即张图是嘛要甲大家讲，我的就是一开始嘛是拢写中文较济，嘛是豆豆才转变到即马就是无爱写中文，就是写全台文安尼。对，我相信就是大家人拢是安尼一步一步过来的。这当中其实即个大家语言的意识形态应该是变几啊年啦，才会变到即马安尼。对。好，我一开始学台文的书写系统，其实是为教育部迄套万学开始的。大家会当看倒手边即张图。迄个时阵我咧做一个高一一个皮肤科医生的助理，所以咧看患者的时阵，有当时患者会讲一寡较可能我毋捌听过，也是安怎的话，我会想要家己记落来。所以迄个时阵倒手边，迄个时阵要是写万学，毋过后来就是因为有意识，想要去了解搁较侪台湾的历史，所以我就是我的书写的系统就为万学转到白话字，安尼就是正手边迄张其实是差不多几个月后，可能半冬，就是转做万学安尼，对。好，安尼所以我头前小解遐，我就是想要了解讲，伫咧咱语言实践的抗战意识形态，甲中华民国安怎去影响咱经书写系统、书写台文的系统，就是这是我想要了解，就是透过咱语言的实践去看安尼对。伫头前就是先甲大家讲一寡可能较概念的物件。就是语言的意识形态，其实就是咱对语言的态度、观点、信仰甲理论。譬如讲，我下骹有举例，语言是民族的魂，这嘛是一种意识形态。阁有台语河洛山文，这嘛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到即马有台罗啊，就是看写台文的人无，这嘛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意识形态就是足多元的，伊会当有。伊会当就是有正面的，嘛会当有负面的安尼。好，语言意识形态毋若甲语言有关系。咱通为语言意识形态来去看文化认同，阁有道德、权利、无平等等等的问题。就是讲，语言意识形态伊展现出来背后，甲社会有关系，其实是交缠足深的，毋是干那语言的问题尔。这个人伊有列出4个，就是语言意识形态的特色。第一个就是伫无平等的社会情势内底，语言意识形态表达的是一个社群，某一个社群伊的价值判断，阁有歹势这个字我就是无啥会晓翻做台语，所以我先写英语，就是 stereotypes。对，就是一个伫社会内底有足侪无共款的群体，逐个群体伊拢有无共款的意识形态。毋过，即个群体内底袂干那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第2点讲到的。即个群体内底，伊的下骹可能阁会分出较侪无共款、较幼的群体。迄内底因个别拢会阁展现出无共款的意识形态。我举一个例来讲就好啊。譬如讲，咱写白话字的人，咱较大的即个箍仔是写白话字，阁来下骹会当分做使用教育部汉字，甲毋是教育部汉字。对，这就是无共款的意识形态。对。来第3点就是讲，人加减会当知觉到家己也是别人的意识形态，甚至讲就是有当时意识形态的问题，伊会成做大家讨论咧相争的重点。譬如讲，台语有字无？譬如讲，台语对，类似即款的，对，就是足侪无共款的，这拢会成做讨论的话题。毋过，咱会当看出讲，伫即个讨论的话题内底，反对的甲赞成的，
因就是无共款的意识形态。有当时啊，这意识形态伊是看即个物件无的，毋过伊家己无发现，就是这真正足趣味的。尤其伫台湾，咱其实定定拢会当有看到即种现象。好，第四点，这语言的意识形态，这个研究，咱其实是会当为较细，就是较 micro 对话的这个情形去连接到较大，就是社会的结果，就是为较细的对话关系内底去看到较大的社会结果。对，所以我感觉我的研究想要来透过这个意识形态的部分来看讲。咱就是规个社会结构，甲咱的意识形态安怎去选择咱使用的文字。好，所以观察意识形态，伊会当帮助咱了解语言甲文化安怎做成人类的行动。毋过呢，翻头转来讲，人的行动嘛会当去影响语言甲文化的发展。所以这两个物件，就是语言文化甲人的行动是双向的，就是伊毋是单向的影响，伊是有可能会互相影响。就是语言文化，伊可能形成一个规范，伊去规范迄个人的行动。毋过人的行动，伊家己会当佮发展出新的物件，翻头转来影响即个社会规范。对，毋过咱即马若是讲，咱即马拢是搁咧讲的赞处。即马你若搁要搁较了解语言文化，安怎甲人的行动互相影响，咱就是爱为伊实践的部分你去看，就是咱会当搁较看出这两个中间有啥物互相影响的部分。对，好，这是拄则是咧讲语言意识形态，即马咧讲实践，实践就是讲。咱人就是，咱伫社会内底就是有社会机构甲规范，实践就是讲照行动来去落实即个社会伊的一寡规范，也是伊的机制。毋过伫人的行动，伊其实是甲即个社会的规范会互相牵制，就是讲这。甲拄则共款讲的共款，就是讲这毋是单向的，这嘛是双向的。人的行动会去影响社会的规范，毋过社会的规范嘛有可能因为人无共款的行动，搁去改变，搁去创新，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另外一点就是讲，实践这个本身，伊其实反映出一个无平等的状况，就是实践伊反映出无平等，搁有受控制即种的特色。这我会当伫后壁搁较详细去解说，因为头前遮咧讲概念的部分，可能就是小可无遐较抽象安尼，对。赞。好，这个实践的部分啊，伫台湾即个特殊的所在，我特别想要讨论的，就是读写能力，就是实践。部分呢，就是读写能力是实践的一部分。因为咱台湾就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关系，所以中语、中文就已经是一个霸权啦。所以伫即个下骹，台语、台文，台文的即个读写能力安怎去发展，其实就是我感觉咱透过意识形态去观察，是一个足趣味的点安尼。所以读写能力伊其实。毋是一个中性的存在，我相信在场各位一定拢会当感受，就是讲，因为亲像咱伫台湾，台语台文的书写，就已经是因为中华民国社会权力的关系，伊其实是一个互压迫的存在，对，所以其实读写能力伊毋是中性的，伊是。伫即个社会当中是有各种无共款的权力去甲伊影响，对。伊呢，伊是嘛，所以嘛是安尼，所以伊是一个社会行动，伊是实践的一部分。读写会受到社会规范甲文化的影响，
毋过透过实践，伊嘛会当翻头去改变社会规范甲文化。所以这其实第三点，即个咧讲的，甲拄则头前咧讲的是共款的，就是讲这是一个双向的、互相影响的物件。咱安怎实践，拢会翻头去影响着即个社会的规范着。所以我感觉，咱为读写能力来看，就是台湾、台湾人、台语伫台湾安怎形成，安怎是伫什么款的地位？我感觉为遮来看是袂歹，就趣味。好，啊头前概念讲了，即马要讲迄个白话字的背景啊，历史。啊，我是安怎是为中华民国时民开始讲，是因为讲，我即马想要研究的，就是因伫中华民国时民的即个时空背景，啊，伊安怎去影响，毋是讲白话字干那为中华民国时民开始，白话字的历史当然是搁较早进前，啊，毋过我就是为即个时间开始看，所以我就伫遮写安尼，所以为中华民国时民政权占领台湾了后。咱台湾经过国语政策，啊，搁有改严等等的，啊，所以国语我是安怎最后写讲白话字是反抗的文字。其实咱来看国语政策的时阵，迄个时阵，教会内底有一个 TKC， 就是台湾教会青年，对，就是因是算是。嘛是算是个反抗的，是讲针对国语政策用，就是中语去压迫台语即个观点来看，伊就是一个反抗，徛伫一个反抗的位置。啊，过来就是讲，改严了后，海外甲岛内，海外部分就是亲像台湾通信。台湾通信其实内底伊足侪书写的部分，当然伊书写主要就是白话字甲汉字，啊，搁来白话，就是伊书写的主题嘛足多元的，而且就是甲政治的部分，搁台湾人的主体性等等的，其实拢足有关系。啊，岛内的部分呢，就是学生台湾语文促进会对。就是即个学生台湾语文促进会，其实嘛是一个共款，伊嘛是使用白话字，而且因就是针对台湾，因为迄个时阵改严了后，就是台湾意识足兴的，啊，所以台湾人迄个时阵台湾学生因对足侪议题拢诚关心，甚至嘛是包含台湾的前途。所以即两个我掠即两个例来讲，就是讲即两个单位伊用白话字书写，而且伊书写是甲就是台湾的政治是有关系的。过来就是日头花运动了后，伫网络就是有足侪少年人开始用白话字书写，啊，即个部分是我家己观察到，包含我家己就是可能我毋是少年人。就是日头花运动了后，伫网络顶悬有足侪少年人用白话字咧书写，所以这是一个我迄个时阵感觉，后来感觉是一个足趣味的现象，因为日头花运动了后，万了就是教育部迄套其实已经足久啊，实行足久啊，有几冬啊，所以是安怎迄个时阵，大部分的人咧写台文的时阵，因是用白话字，是安怎毋是用万了？所以我感觉即个问题嘛是足趣味的，啊，所以安尼规个看落来，我才会得到后壁即个结论，就是讲白话字是反抗的文字，安尼。好，这就是一个足明显的实践，就是大家会当看到迄个布条顶面，其实是伊有用迄个白话字写，企图真啊威权，创建台湾共和。这就是一种，就是伊包含反抗，伊包含实践，就是一个我感觉就会当摕来判断白话字是反抗的文字的即个例安尼。好，过来要讲万乐，拄则是讲白话字的背景吼，即马就是讲一下万乐的背景。万乐会出现，其实是因为迄个时阵。通用拼音迄个时阵，伊是较上，就是势力上大的。
已经是强要会当讲是学校内底拢强要用即套来做教材的迄个拼音嘛。所以因为通用拼音伊其实是照中国的迄个理路来设计，所以迄个时阵白话字甲图鲁巴即两派，因就是感觉袂使，所以就是爱联合，才会去送出万乐即套。啊，即当中我有去问，就是迄个时阵伫国语会内底的较我白话字派的人，就是迄个时阵伊其实讲伫迄个会议内底。原底其实是讲好，就是亲像我即个 PPT 第3点讲着的，讲原底其实是有迄个时阵有讲好讲，即个白话字的 O 加即个两个即个 N 就是其实是要做要家合做正式版，啊，另外一个就是万乐的即个 OO 加 NN， 迄个时阵是要合做变通版，迄个时阵是伫国语会开会内底有讲好，毋过后来就是变盘，变盘了后的结果就是。我无确定即马用万乐的人敢知影，其实万乐有两套，一套叫做传统版，一套叫做正式版。传统版就是白话字啦，啊正式版就是咱即马大家拢咧用的迄个万乐叫做正式版。所以其实对白话字派的人来讲，因可能就会想要。就是想要搁讲者，其实因迄个时阵有伫内底嘛是有拍拼，只是讲因为人数无够。所以最后嘛是互变盘对。啊，迄个时阵万乐的出现，伊主要是要解决教学现场小学，因为迄个时阵有乡土教育嘛，所以迄个时阵教学现场，迄个时阵教学现场内底的老师，因的理由拢是讲，啊，恁台语就是遐侪套，啊，教遐侪套遐乱，我嘛毋知影要用倒一套，我规气莫教。所以迄个时阵因是拒绝教台语。所以才会讲，咱创一套，就是甲伊整合，变做一个会当解决教学现场老师无愿意教的问题。迄个时阵其实万乐会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安尼，对。啊，这是迄个万乐的背景。好，这个囥一摆是因为想讲较久啊，惊大家袂记哩，我到底要研究啥，所以。佮甲大家提醒者安尼对，就是伫咧语言实践的抗战意识形态，甲中华民国安怎影响咱经书写台文的系统对。好，好，啊，搁来讲迄个研究方法。我研究方法就是我找大家先为第2点开始看吼，就是我找。当然是会晓写台文的人，啊，伊使用的书写系统，是白话字或者是万乐安尼。啊，伊伫2022年，我研究的时间是2022年的迄个时阵，伊有伫公开的平台有写台文的惯试。当初时其实我的设定是搁愈悬，就是我的设定是，伊书写的台文是。至少爱占伊伫公开的迄个所在，至少是爱占80%、90%以上的。毋过我发现就是讲，若是照即个设定落去行，白话字这边我无烦恼找袂着研究受访者，就是我想要研究的人，我无烦恼找袂着。毋过呢，伫使用万乐这边呢，就是我会拄着困难，就是讲使用。万乐书写的人啊，因平常时啊，就是会写中文，啊嘛会写台文，啊伊的台文内底，伊中文甲台文的比例可能就是会较中文的部分会较侪安尼对，是对，好啊。哦，啊我找我想要研究的人，我有限制因的年岁，年岁是20岁到40岁。是安怎我会拣20岁到40岁这个年龄层？是因为这个这20岁到40岁的人，伊是未来目前就是未来对台语台文会当就是有发展有帮助的人，所以就是以后
未来10档、20档台文化要发展，就是爱为20岁到40岁即end的人的发展落去看安尼，所以我是经济年会啦。啊，我是透过访谈的方式，就是半结构性访谈。即个访谈主要就是讲，我甲迄个问题大纲先设定好，啊，我来访问了后，我针对就是我搁想要搁较了解较深的部分，我会当继续提问，就是算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好用的访谈的方式。研究，即有一个研究限制，就是像拄则有讲着，毋若拄则讲着安尼啊，就是即个图是迄个去年文化部伫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内底做的，就是台语的迄个使用的年龄层甲语言能力，啊，大家会当看20到29岁、30到39岁写的部分，干若5%甲9%尔。5%甲9%内底，我甚至阁毋知影会晓罗马字的有几%，所以这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会当找到的人其实有限，啊，阁有就是样本数无够，对。好，啊，根据访谈的结果，就是我会透过下骹即几点来分析。第一个是，遮的使用者的政治意识形态，啊，搁来是语言意识形态，啊，搁来就是看因伫语言安怎实践，透过即3点去看安尼。搁来就是讲中华民国伊安怎影响白话字甲慢落的发展。这是一个我较初步做的表格啊，因为我个人就是时间啊搁能力有限，所以无法度访问到足侪人。这是我感觉我即个研究较无彩的部分，对。啊，我嘛希望讲未来就是有机会会当搁有人有搁较有时间去研究搁较侪，因为安尼会当搁较了解搁较深的问题，对。好，大家讲者，就是第一组编号遐 P1 甲 P4，就是白话字的使用者，啊下骹B1 甲 B4，就是慢落的使用者。啊，因的职业基本着拢是甲因的工课是甲台语有关系，或者是因是迄个台文系学生，我找着较侪是即款的，对。啊，伫政治意识形态来看，就是因大部分就是建构的。应该是安尼讲啊，政治意识形态的部分，不管是慢落还是白话字，因绝对内底是无澎湃，就是无迄种我中国的人。啊，毋过咱若搁较右路的落去看，就是为即笔的落去看，其实白话字即边伊是显示出较一致，就是支持台湾独立建国。啊，毋过伫慢落即边呢？大家咱看着讲，我有写，比如讲，伊是支持中华民国独立，啊嘛有支持建国，我有拍迄个 question mark， 是因为伊并无足明显去讲出伊的政治立场，所以我无法度确定伊是倒一种对。啊，另外伫语言意识，就是白话字这边的，就是反中语，这是足明确的一个意识形态。另外，慢落这边呢是接受中语，我感觉这两个就足明显啦，就是较无除了讲 P3 甲 P4，我写讲反中语，毋过迄个毋过是因为讲可能伊意识上真强，伊是反中语，毋过伊迄个时阵，伊伫迄个我访问伊的迄个时阵，伊可能要无法度做到完全的放弃中语，毋过基本着伊是反中语的安尼对。过来就是语言实践的部分，语言实践的部分，这嘛足趣味的，就是
大部分白话字的使用者当然就是使用台语坐过中语，啊，迄个慢落的使用者是平常时啊使用中语坐过台语，毋过伊嘛是有使用台语坐过中语的，啊，像迄有可能就是因为迄是伊的工课的关系，因为伊的工课是咧做伊其实是咧做台语相关的工课，所以伊工课上伊爱联络厂商也是联络啥，伊就会当使用台语去写，所以即个部分伊就是咱会当伫后壁看到伊的迄个讲甲写，迄个 B3，伊的讲甲写有到90%，其实主要是因为讲伊伫工课上完全是若针对工课，伊是完全无迄个需要讲中国话的空间。对，另外迄个 B4 99%写的部分，我家己用一个红色，是因为伊甲我讲，伊烦恼伊伫公开的所在写中文会红骂，所以伊伫公开的所在伊拢写台文，对。伊就伊的包袱足重的，对，我感觉这真趣味。伊见过啊，毋过伊就是接受中文，因为伊讲，因为伊就是伊，我感觉我访问伊的时阵，伊的状态是，若是迄个人，伊知影是会晓台文的人，伊凡事可能就是含伊讲台语啊写台文。毋过若是迄个人是袂晓台文的时阵，伊可能就袂遐尼坚持含伊讲啊安尼对。好。安尼就是讲即个政治的意识形态啊，白话字的使用者，遮就是足一致的，就是支持台湾独立建国安尼。啊，慢落的使用者就较无一致。啊，当然因为我访问的人数有较少，啊，我是希望后壁若是有人会当接续即个研究，就是继续落去找更较侪样本来观察，我感觉应该嘛是有更较有帮助对。好，啊，再来语言意识形态的部分啊，白话字使用者，因就是足明显，因对中国话甲中文有，就是反对，就是拒绝，无介意，对。这是因直接讲出来。啊，另外就是讲，我特别有搁问着认同的部分嘛，因拢会就是感觉语言甲认同就是爱绑做伙，就是无法度拆开。另外伫曼乐这边，因知影中语是霸权伫中华民国，毋过无法度，就是伊入来遐久啊，对因来讲，就是中国话甲中文入来台湾嘛是真久啊，所以伊无法度无法度拒绝啦，对啊，无法度拒绝即个趋势，所以因袂去反对中语中文的发展。啊，另外一个部分是讲因语言甲认同的部分啊，在我家己安尼访问起来，我感觉当然内底要是有人会感觉语言甲认同是有相关的，毋过有诶就是因互我的感觉是因无遐尼啊坚持，就是甚至有一个是甲我讲，语言甲认同无一定啊，就是伊若是客人，伊会晓做客人的生菜，会晓客人的文化，安尼就好啊，伊嘛是客人，对，伊就是无认为讲一定爱是语言才会当甲认同有就是有关系安尼对。啊，这个部分，所以我特别写出来，是因为因伫身份认同的这个部分，嘛是有一个较清楚的分别安尼。我想这翻头来看，其实甲你对中文有接受无接受，其实甲认同拢会小可有关系对。过来就是语言实践的部分，语言实践的部分，伫白话字使用者来讲，因的手路较多元。我讲手路较多元是，譬如讲，
像咱欣赏会进前就是有邀请迄个插，伊就是有用喷插的方式，书写白话字。我感觉这就是一种较多元的实践方式，因为大部分的人是无一定会想到即步去，对。啊，另外一个我访问到的，伊是历史先生，啊，伊伫学校。譬如讲，伊咧写课程规划的时阵，即种物件是爱送互学校看的。伊共款就是会用台文写，啊，即种物件其实是拢爱公开的，就是即种实践的方式，对。其实伊也毋是，坦白讲，伊毋是台语科的老师，伊是历史科的老师，伊用台文写嘛，毋是一个一定爱做的代志，毋过伊就是安尼选择，对。对啊，再来就是另外一个语言实践的部分，较明显，白话字使用者的特色就是讲，因会写较侪全罗马字，啊，伫迄个慢罗使用者的部分，我家己的观察是，因写全罗马字诶比例较低，就比例较少，对啊。啊，因通常是写中文甲汉字较侪的台文，安尼对，啊，因伫因的实践的部分，慢罗使用者实践的部分，其实像拄则访问到的，就是工课，因为工课的需要，伊会去做。啊，过来就是讲个人书写，这其实两边拢有啊，就是个人的书写。啊，另外就是有中华民国的补助，互因会当去做搁较侪台文相关的物件，对。好，拄则是咧讲意识形态甲实践的部分，过来就是讲中华民国安怎影响白话字甲慢罗的发展。伫台文书写即个市场啊，其实白话字甲慢罗是互相竞争的关系，因为伊是提供一个语言服务，就是台语。虽然讲啥物慢罗是白话字的进化版，还是啥物版，其实要讲到要袂输，就是其实因是共款的，还是啥，其实无，就是足实际。你去市场，你家己放入去市场内底看。即两个文字系统就是会竞争的，啊，过来就是即个竞争，阁是一个无公平的关系。是安怎？因为慢罗是中华民国的，就是做出来的产物，所以中华民国就是会下资源去甲伊支持。相对来讲，白话字伊其实较无法度得到中华民国的支持，对，所以即种关系是无平等的。第三就是讲，慢罗其实因为伊有官方，就是有中华民国来甲伊攻击，所以伊累积的上等资本，就是歹势只我是照中文去翻的啊，就是即个 symbolic capital，即个物件其实伊累积的比白话字搁较济，因为伊有官方来替伊背书，所以伊就是有公信力，伊就是。可能人要去学的时阵，第一个就是会想着，咱来学即个教育部支持的即个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对，就是即种类似即种，因会当累积的上等资本是比白话字搁较悬，所以这就是中华民国安怎影响慢罗，互伊成做一个到即马就是诶。安怎讲，就是好康的拢互伊啦，对，系啊，对，我补充，就是迄个，就是像中华民国的文化部、教育部的补助呢，咱会当去申请的，什么语言边缘补助，因一定拢有一抓，讲就是爱用中华民国的迄套来申请。对啊，实际上讲实在，现在人偌侪看有，毋知，就是偌侪分会出即两款，毋过有偌侪人因为安尼就惊着，就是因就是用迄套。对，好，感谢补充，好。
其实动车是万乐主要会出现，我头前有讲过，伊是要解决小学仔伫教学现场，就是各种课本版本无一致的问题哦。啊，毋过伊即马煞是来限制社会使用白话字。我是安怎会安尼讲？就是迄个时阵去国语会开会的人内底嘛是有讲着讲，迄个时阵嘛有伫内底讲好，你即套就是要伫教学现场，互伊一致的物件。毋过到即马，就是社会要使用啥物文字，其实互社会家己去决定。毋过到即马煞变做是，咱若是要请补助，像拄则润婷讲的，咱就是因就会强烈建议咱爱用教育部的迄套。啊，过来就是亲像成大的台语认证，若是讲有人要去考试，教育部即前，若是有学校的老师要考试，教育部会去甲因补助。毋过呢，教育部干那补助考万乐的老师，伊袂补助，就是伊选择用白话字来考试的老师，伊袂补助。类似即款的，就是情形啊。过来就是一个文学奖，譬如讲文学奖，你就是爱写万乐，你袂当写白话字，对，就有即种情形。其实这拢是咧压缩白话字发展的空间，因咱白话字本身就已经无官方的资源啊，啊，伊甚至阁会互官方压迫。啊，明明白话字的历史较久长，伊累积遐尼济文献，伊其实白话字才是正港的台湾罗马字。毋过伊即马煞因为中华民国的关系，诚做一种就是互看袂到的文字，等于讲足无彩的，对。好，啊下骹要讲，毋过虽然头前讲较济，就是中华民国对白话字种种的无公平的所在，毋过是安怎？咱伫咧实践的部分，其实咱看到白话字的活力其实是较强的。我感觉这就是最后我要讲的即个压迫产生动力，就是一个反抗的能量啊！我感觉伫中华民国即个社会，因为台语就已经台湾人就是互压迫的，啊，搁来台语内底台文的书写，咱原底白话字用了好好，毋过就是有人要创一套新的出来，甲你叫你莫用白话字，对。啊，毋过其实若是有政治意识甲语言意识的人，伊其实有了解白话字的历史，伊其实有了解中华民国，是一个实名的政权。伫即种情形，伊其实就袂去选择使用万乐。所以我感觉即个动力其实是会当维持白话字发展最重要的因素。白话字好，歹势，我要讲结论，看我想我紧。白话字社群，其实我感觉，就是就白话字的社群甲万乐的社群来讲，我感觉白话字的社群相对来讲是较有五望的。是安怎我会安尼讲？因为因是无中华民国的资源来甲伊补助，而且伫即个白话字社群内底咧做的人，因拢是开家己的钱，开家己的时间，主动去做遮个代志。相对就是，假使有一天，万乐伊若无中华民国放资源甲伊支持，到时阵会阁继续使用万乐去发展的人会有偌济？这毋知，就是会当去，大家会当去想看觅。啊，毋过我感觉就我家己的观察来看，我会感觉白话字的社群，因为有人咧用，而且就是就是即个实践是已经诚做惯势啊，就是因毋是迄种用3工歇1工，也是迄种，也是安怎？伊就是日常生活书写就是惯势的语言啊。所以我感觉，虽然讲即个社群无大，比中文也是比万乐，就是即个社群无大足细，啊，毋过其实伊的发展是诚有五望的，因为伊就是一个，伊有伊家己的迄个。因是有活力，啊，搁就是自发性诚强，对。
再来就是讲，若是愈侪人来实践，就愈有可能改变社会规范甲结果。这就是讲，若是愈侪人会当来写台文，就是我感觉咱要去改变即个社会，譬如讲台语无文字啦，是啥物台语用汉字写就好啊，用火星文写就好啊，即种意识形态拢是有可能去改变的。毋过即个要改变的前提是，咱爱去实践，咱毋是用喙讲就好啊，嘛莫用中文写讲台语偌重要，安尼真正是较无较纸。就是你就是爱用台文，爱用台语去做即件代志，你爱互人看到，安尼咱才有可能去改变中华民国的结果，对。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拄则有讲过，就是即个反抗的能量，其实是会当引出台湾人去起造台湾国的。就是我感觉，伫我家己观察到的，伫白话字的即个社群是会当看到即个未来性的，对。所以，以上是我的结论。再聊。好，袂讲，袂讲啥？大概咱啥文章，互你收。对，就是即段话是我感觉，讲了真有，我家己看了真有感受的一段话，就是讲，只要即个语言实践真做惯势，伊产生的迄个模式，就是甲即个语言相关的迄个文化的规范，甲社会意义是有可能指向某一个族群认同，或者是价值观，就是透过即个过程产生的语言意识形态，伊其实是会当影响一个语言伊会当搁活的可能性。歹势，我可能翻了无好，毋过大家会当家己看，就是伊嘛写了足简单的。毋过我感觉就是即段话，就是对我规个报告算是一个总结，就是讲咱爱甲写台文、讲台语、写台文，就是变做一个惯势。咱若会当变做一个惯势，较侪人做伙做，伊就变做一种有可能会变做某一个群体内底的社会规范。当伊会当变做即种社会规范的时阵，伊就有可能有法度去影响台语未来的发展，对。来呼应一下咱的主题，就是建国的前一日。咱台湾建国的前一日，若是无中华民国，反正大家会当想象啊，白话字反正就早就成做台湾字啊，台湾人就是嘛有台湾国啊，对啊，就是当然啦，咱即马就是要有中华民国，毋过我相信就是，其实咱透过我拄则讲，就是实践，互伊成做惯势了后，咱还是会当有即个愿望，而且是看会到的愿望，就是毋是迄种咱逐工拢咧想讲，台语可能要死啊，是安怎？其实袂就是，咱就是去做就对啊，对。好，以上我的报告。好，多谢文章来甲咱分享我相信虽讲文章伊讲的比伊原来按算的时间搁较短，毋过我感觉即个主题其实非常精彩嘛一定有诚侪朋友要来回应，所以若有要讨论甲交流的朋友，欢迎咱的野手也是伫迄个对话窗内底讲会使大家未有人野手之前，我想讲先补充一个，就是我做文章来。就是拄则听伊咧讲，我才想着，其实我家己当初是，已经会晓台文了后，毋过其实讲实在会晓的人足侪，毋过会写的人、会用的人，其实占会晓的人会几成，敢有一成？我咧想应该是无的。有偌侪人上过外口开的两社区大学，啥物个台文班，毋过真正会伫生活内咧使用的有偌侪，无用其实甲你袂晓有啥物情差。
咱会当想看觅。啊，毋过我家己是伫2017年，迄个阵我会晓啊，毋过无熟手。啊，迄阵我伫 UM 斗相共做倒步，啊，文章是迄期的学员，啊，因为我着爱斗相共，着会去世界巡，啊，我着看着有一个人，伊的笔记全白话字呢，着我迄个阵着小可惊着，着迄个阵，就是恁一台落回嘛，台落回送三四个人做伙来，着啊，就是遮就是因四个人真正笔记。我的笔记会看到，就真正全白话字。我迄阵嘛小可惊着，真正会当安尼。就算我迄阵会写，毋过我还袂开始安尼做。啊，就是我感觉使用白话字人嘛，较有迄款风格着安尼。安尼我嘛袂迄款感觉，所以阮即阵人就互相一直行到呾。对，会互相影响，而且会甲做伙。啊，拄则文章嘛讲，就是无定着，这是当形成一个社会规范。我感觉这有影是，其实咱台湾人本地就有啊。咱台湾人从细汉听的迄句台湾人爱讲台湾话，迄是针对咱讲的话。毋过咱拢有一句话，听做个先捌讲，就是咱讲话是风，字是宗，对，对，就是咱遮的物件需要留来历史时代甲史前时代迄个分界界界，就是文字嘛，这嘛是咱一直拢有这个体会。啊，像即场141回的迄个宣传图，就是有足侪奇奇怪怪的，什物信徒的分类型，啊，什物迄嘛是爱情。着爱情的什物问题，着什物奇怪，着迄拢是阮平常时啊，着阮拢有固定的读册会，阮嘛会去选，较早嘛固定读教会报，后来袂读的范围愈来愈大，阮会去读足侪较早的先辈留落来的文字摕来读，啊，毋过阮嘛上是注意到一个现象是，足侪，就这嘛是足侪优质做伙，对，大概拄则听着阮可能遮小可差是，就阮即马半暝得要11点嘛，毋过就是阮有现场。3个人，对，就是去做伙，即几工咧公务员训练，对，迄个我妈妈当年办的台湾国公务员训练，啊，大家做伙，对，这嘛是进步。啊，阮平常时啊，就定定安尼讨论的时阵，嘛有讨论着讲，其实咱白话字的优势，就是迄甲咱的台湾历史是夹做伙的。啊，即个物件较早累积到呾，足侪网站，因为嘛像文章讲的，无政府的。资源咧支持，一个一个咧帮，所以较早像大家知影即阵啊，前一阵啊，杨文元教授去的台语文记忆网站嘛放去，啊加载嘛有像足侪咱的优质，慢慢啊咧靠咱家己的资源顶起。毋过实际上，但是即几年你若是网络咧晓罗马字的资料，实际上对中华民国迄套的愈来愈侪，啊白话字伫网络顶头愈来愈少，我真正嘛毋知影上尾到底上影上书，对，所以讲对有影我嘛感觉，若是干那看即个话历，我有影是感觉，就是自发使用白话字咧生活的即个社群较有活力，连无人看，干那写互家己看的日记，嘛是拢写白话字的时阵，就感觉这是有灵魂的物件。毋过事实就是对啊有影，就是若是以国家力量、国家机器、国家资源，咱台湾人。也无有台湾国的时阵，咱爱靠个人的力量拼，咱上尾会行到啥，毋知影。对，所以就是嘛是我感觉文章即个研究主题真要紧的原因，我相信大家嘛是真关心。对，所以若是有若无人也去，对，安尼我想要先邀请论点迄个切入有人问问题哦。有一个人你敢看会到？小温讲，但有诶考是头前，好，伊讲，你讲你头前毋知安怎译，敢算是固定形态，对啊，阁有一个 Selina，这位应该是文库部的会长啦，迄会长伊是拿倒来前会长，因为因文库部吼，因有用通用拼音，伊感觉讲伊对通用拼音的了解。先甲伊今仔听的无共款，恁敢要小可解说一下？嘿，敢是因为阮公司遮有个补充，对，小温嘿。
小阮野手敢是还是小我无看到过。阮你会使直接叫伊问，因为伊伫现场，可以输啦。可以输是我知小阮我有熟悉，小阮敢要用讲诶问无？问文章拄好，文章会当随回应讨论安尼。啊，你直接看到啊？你当回啊？小阮啊，你有看到无？伫迄个开讲室。对，安尼交互你回。我开啊，我开啊。是小阮遮无方便讲话，是。Stereotypes 敢算固定形态？固定形态听起来较无迄种，嘿对，较中性，伊较无迄种个人的意识伫内底。就是阮反调。阮边啊，就是有你敢要个讲？对啦，因为阮边迄个有讲话，有讲就是感觉比较固态的固定形态来，有无忝做，就是对固定形态听起来就是完全加两些，伊个就是即个有本身同小看跟有关个人的即个对无？即个伫内底力量，就是可能较无法度去完全表达这意思。有另外一位先辈拄则，出版社也讲，或者会中先辈，我大概讲，我无可能大家敢是拢看会着迄个开讲室，啊，即位先辈用中文写讲，迄个就是伊即摆无方便讲话，啊，伊对通用拼音出现的历史，就是甲今仔日文章伫遮听着，伫遮论坛听着的有无共的理解，啊，伊理解通用拼音出现。是当初是中英语学者研究，希望有一套会当互台湾语言共同使用的拼音系统。毋过基本上是希望各族群之间互相学习。对2002年教委会台湾语言演习名去到北美巡回教学了后，发现台通甲英语上接近，对已经有英语概念、英语 speaking 的人。好教好学，所以用甲当白话字是语言文字系统，还是其他拼音系统，较像是拼音学习系统。这是这位先辈的理解。对啊，我无可能文章敢要回应的部分。若是要讲共同使用的拼音系统啊，对啊，其实白话字嘛有呢，白话字会当写台文，会当写客家。对啊，而且迄个甚至原住民族的族语，因有一寡是甲白话字会当相通的啊。所以我感觉用即个理由来讲，当然因为迄个时阵有迄个时阵的时代背景啊。我就我了解的是，迄个时阵会当用通用拼音，其实是因为通用拼音的推设的迄个人，伊是会当去直接和陈水扁对话的人，所以就是应该毋是讲直接对话，就是会当去较接近，会当去和伊就是有对话，所以才会当有通用拼音讲会是安怎？我拄则讲即个时势较迄个时阵伊的势力较大是因为安尼对啊，当然就是拼音系统。对啊，文章要讲会讲，安尼大家对，就是迄个敢是会中先辈，伊嘛有补充讲，伊从细汉就会晓白话字嘛，肯定白话字伫台湾历史的重要地位。我着补充，就是我惊有人无法度看迄个开讲室的内容。是，大家若有问题嘛，会当伫开讲室留话嘛，会当举手开麦讲话。我想要先邀请
龙岗遐，小温个会，小温个有会。啊，我先讲迄个，我想要等下邀请龙岗遐回应。啊，我先读迄个小温的老话。我阁有一个问题是，若要带人学台文，敢有啥物较建议的方式来互人想要学白话字，莫学外交部迄套、中教部迄套？敢有人要回应这个问题？现场的公务员，你要来无？有人迄落要甲蛋糕台人写的台文基础班做工商服务。文章你敢要甲你的迄个 PowerPoint 先摕落来，安尼较袂规个占伫画面。好，是，你着促销分享。有人甲本领到3工的仪表迄落，感恩。好，我大家若是有建议嘛，会当直接回应小温，就是针对小温的问题，就是若是有人要学台文，要安怎互伊学白话字啊？莫去学中教部。啊，我家己敢若有法度用个人的经验分享。其实我家己是上无自我印象，我是无对中教部迄套开始的，我深头就是白话字。啊，就迄个重要的关键，绝对是身躯边的人。就是咱所有代志应该拢是安尼，毋是干那语言甲文字。所以我身躯边的人是用白话字的时阵，我就用，而且就是我当然知身躯边人用白话字，就算我毋知，我嘛会去了解。啊，大部分人可能无一定了解后壁的原因，毋过就是我家己的个性是会想要知影是安怎你用白话字啊。啊，我发现身躯边的人使用白话字，拢有伊的主张甲理路，就是文章伊拄则讲的安尼，可能是对台湾历史的理解，对中华民国的反抗，对台湾就是语言甲历史甲社会迄个坚持，迄条道在大，就是爱人做伙的迄个坚持，对，所以都无啥物好解说，这真都是自然的物件，所以就是爱正做一个群体，一个伴，啊，一个人要影响一个人，永远拢是较困难的，所以对啊，就是像拄则我看边仔有公务员咧工商服务迄个蛋糕家太阳下的代志，迄是代志班，都进阶班、初阶班。其实迄个力量本身毋是迄个班，对，可能是迄个群体的力量啊，也是讲可能国教会的迄款，若是有相关的，即摆若是有啦，因为即摆教会嘛是爱找一个才有，对，就是其实是一群体的力量有伴最要紧安尼，对，啊，若是有人想要分享，嘛会当搁回应，安尼咱邀请梁光兄来回应，感恩。用刚遐分享了，会使请迄个单位先，好，无问题。今仔日吼，文章即个话题吼，足有挑战性啦吼，啊嘛足有运动性，啊所以运动就是讲咱是少数，啊咱爱用啥物款的方法来改变事实吧吼。啊我而且我咧听文章演讲吼，我想着我来分享一张图好无？吼。好。哇，我看会当分享一张。我咧敢有分享出去啊？未看到。好，我是咧，我分享一下哈，我等一下哈，我要来入去。文章我咧讲的时阵，迄个问题，你敢会当去调迄个咱迄个台湾通信哈，迄个网站入口网站迄个李方明讲的句话，啊。好，我即摆找。咱大家敢知影李方明？敢捌李方明即个人？在文章咧顶头。你敢知李方明即个背景？我看下，我有搁出来，敢是即个？即摆你敢有？敢是即个入口网站？基本上对，你出来嘛哈？对。我先介绍，可能足侪人毋捌李方明啦哈。李方明伊是算讲足早期来自美国的留学生啦哈。啊，咱知影咱有即个世代会有无哈？伫美国有世。是你后壁迄面旗啊？照我所理解吼，是世代会进前就有迄个世界迄个基督徒的迄个因个聚会啦，
改成到第3期甲第4期了后，较有世代会啦，啊，即个李丰明应该是长老教会诶会友，我想伊平常时因含因是大人，伊讲伊咧用拢是用白话用啊做惯势诶人啦，所以伊伫台湾通信创刊号诶时有写一篇叫做《寄望台湾通信》啦，伊写讲今仔日我虽然无开创挑战社会，咱用笔向海外同乡甲岛内社会挑战，咱要叫醒轻视保护诶人，所以咱若读即句话，袂是讲这李丰明即个先生可能足歹诶其实毋是，是咱若捌伊诶人伊是足好斗阵、足温和诶人伊本身伊是 Stanford 迄个，伊嘛毋是读文学还是啥物语言，伊是迄个研究迄个 material science 到尾伊去转去伊佫有转去，伊佫办报纸我想伊主要诶目的，伊是要迄阵就是讲即个咱台湾即个无报纸咱就无平台嘛就是讲你敢要宣讲即个咱台湾独立诶理念就无平台，所以伊上主要诶理想应该是要办报纸伊也有去参与着迄叫做啥物款即摆用讲袂出个新亚洲报还是啥物款到尾较去转去迄个文化大学做院长做啥物款诶工学院院长诶款。所以其实是用即个文化运动咱是用即个非暴力诶啦毋是讲鼓励人讲，因为伊读即篇文章了，伊是咧回应迄阵叫做一个叫做啥物来福啥物林来福林来福伊去共抢劫嘛伊就到尾伊咧讲诶时阵，就是讲伊就是细汉诶时阵袂当讲台语，互人压迫，所以产生一寡即种诶安尼心理不平诶代志，所以我变做行歹路去啦Anyway， 好，安尼我毋免说，我小个讲到遮啦我是要问文静啦就是讲，因为即种讲台罗含教罗即种诶问题变做讲了好势，会增加咱诶力量啦若论了歹势，无好势，就是讲分化咱家己台语运动诶力量啦拄则会长讲诶遐，我是感觉算做讲有一个好诶解说啦就是讲白话字，咱就是文字系统嘛，迄足清楚诶嘛即个通用拼音伊就是拼音系统嘛即个迄个教育部诶，伊嘛是拼音系统，伊嘛毋是讲是文字嘛所以咱若是讲要来拍破，讲因要来咱分化，咱是真清楚嘛，就是讲是安怎较会即个国民党伊要分化长老教会，伊要压迫长老教会，伊要扶持主制，这是真明显的嘛这含即个共产党即摆咧鼓进民退迄个理路是共款的，伊即摆行私有的即个企业伤大。会去威胁着伊的统治权嘛？国民党伊来到台湾，迄当时，伫台湾有组织大就是长老教会嘛。当然，所以会嫌长老教会，所以要压迫长老教会。用共款的理论来甲看，就是讲，咱台湾毋是无问题你自即个迄个1600年代咱有文字新港文字伫台湾用介少150档以上佫真做有契约的文字，迄就是咱的文字佫落来到1800年迄个年代，咱就开始有文字就是白话字所以即摆伊来，伊就是要甲你分化，就是定干要甲你打压遮的即个物件咱一寡台湾人中计，咱毋知影嘛，咱。就是无去读过去的历史，这历史拢是慢慢即摆较佫变出来，包括白话字遮侪文献，连数学也用白话字，数学课本用白话字写
即个医学的教材拢白话字写，所以应该伫迄当时就有一个传统。毋过咱咧研究台文的人，伫遮即个对历史的理解无够深啦，即个文字嘛，即个文献嘛是确实是即差不多1、20档较慢慢仔，大家较看会着啦，所以是若是讲即个台语文运动，毋是文字运动啦，是一个文化运动啦，我要请教，我拄则去讲倒来，就是讲，咱甲台语运动和台独运动，莫讲建国运动啦，甲台语运动和台独运动，咱来讲，咱过去的论述，有两种嘛，一种就是讲两支骹嘛，一个是语运动，一个是政治运动，大家安尼做伙合作，毋过这理想是安尼，毋过敢会有变做讲，因为资源的有限，所以大家要强调讲，我这较重要，这较重要，所以是政治运动的人嘛，无一定会来照顾语文运动，伊为着要达到伊的政治目的嘛，即个语文运动的人可能是较天真啦，较理想性，较想讲，咱就大家做伙来做，所以是我会记得足早有另外一种论述，就是讲叫做台文本位啦，台文本位，所以毋通和台独运动行做伙，变做讲是好还是歹，咱来个转来想啦，就讲只要你是讲台文的，不管你的政治光谱是啥物款，咱拢爱甲当做朋友，安尼的时阵是毋是会讲对台文运动，咱的力量会搁较大？这是一种的想法啦，大家想看卖啊，无一定，算是提出问题啦，我先讲到遮啦。多谢梁公兄，安尼看文章敢有要回应，还是要先你搁咧消化？对，我搁补充回应迄个会中的问题啦，因为迄个通用拼音确实是较照顾迄个华语啦，中国话来设计啦。因为咱迄个白话字系统还是讲原住民咱拢有罗音含迄个发气音嘛，迄个中语无嘛，所以伊即摆为着这要来照顾这，伊甲迄个啥物，伊若要讲着迄个无的音是伊就爱个用一个足奇怪的符号出来啦，所以是若徛伫讲文字的设计顶头。确实是通用拼音是较我中意安尼啦。多谢梁公兄讲讲英文迄个时，我迄个时阵嘛拢阁毋知代志诶，对，迄个时阵是安尼，咱阁互文章消化一下，安尼看敢会。通用拼音基本上是用汉语拼音来做标准来改诶。因为汉语拼音伊是要服务遐个无罗音、无发气音的中语啦。是，了解。可能遮有人对即个语言较熟的人会当来补充啦。较顶可能单位遐会较有研究嘛，来补充一下。好，安尼咱等者邀请单位先分享我先甲迄个对话窗大家讨论，甲大家读互大家听。小温讲，我的感觉是有拄过一寡人无足强的台湾主体意识形态，毋过要学台文的时，因定定为媒体看到较侪教育部选择教育部，所以有时需要意识形态以外的优势来宣传。就我阵看到我都随回，我感觉咱白话字伫意识形态敢若无啥优势。对，其实我拄则听文章讲，我完全无感觉。对，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我感觉意识形态，要讲咱绝对是无优势，因为实际上中华民国才是优势的意识形态，因为因是即摆的殖民国家力量。对，对，咱有影毋是优势，咱就只是一个台湾人的意识形态安尼。
生准遐回应讲，白话字毋若是干那一个拼音系统，嘛是一个文字是英文遐有个补充，通用拼音动词是在回应汉语拼音，只是将汉语拼音内底的通罗西亚的部分字母改做较下英文。讲到底是要通中文的尔，结尾课文就采用通用拼音，因为因就是要含通。是，好，我就甲迄个对话窗仔的内容读互大家听。好，安尼我看，毋知即摆敢会当邀请陈雷先，敢会当来回应？感恩。好，多谢吼，多谢文兴吼，第一项吼，我来讲者吼，拄则咱文兴有讲一句话，讲即个语言是实名受实名者吼反抗的一个上有力的工具吼。其实要一般无讲出来，就是吼语言是实名压迫者上有效的工具啦。所以咱看这中华民国来台湾了，伊做的就是第一消灭被实名者的语言，第二伊强调伊实名者的语言，这是两个方面啦。所以咱若为遮会当了解到今为止咱所讨论的中华民国体制对咱白话字、台湾话甲白话字的态度，甲因所做的代志，咱都会当了解拄则有讲到讲，即个是安怎迄阵，即个万乐甲白话字的中间安怎政治啥货种种我感觉这是拢即个中华民国体制。即个操作欺骗的一个手段尔啦。比如讲，咱即摆新闻顶最近常常看到的民众党因讲白贼话去互掠着的时阵，因所做的手段就是提出一寡新的议题互你的注意力转转咱别位去。咱明明讲白话字。有遮济好处，遮济好处。伊即摆就讲，嘿，即摆有遮济套，咱来讨论看卖种种转变咱台湾人注意力。所以即个前后的过程，拢总就是安尼啦，迄一个欺骗的手段啦。即咱毋通甲因中华民国对台湾话压迫的这个意图，咱毋通上高价、上价，一定袂因为手段是多方面的，而且做了足有路，拢秘伫民主的后壁做表面，了后才来问了伫背后甲你修理啦，这点我是相信。是，我的感觉是无毋对，我的想法是无毋对。第二点这个文兴有讲到改变的前提是实践我相信伊所提出的足侪学者讲安尼我相信这足对啦，这实在是足对改成就是咱即摆要。保留咱台湾话甲白话字的一个上底线就对啦，就是实践啦，这点我来甲你赞成足赞成另外一点你的论文内面所讲到的这个语言文化、人的实践甲社会的规范这三个关系互动是真要紧，这足对啦伫你的
论文内面这三面拢有讲着吼，但是我巴肚来感觉是讲，你这个论文收集下的资料了后，吼，有证明这个三个主要的点，你要讨论的点，但是吼，改成搁过来迄步，是毋是会当来搁较深一步来讨论，要安怎利用这个资料，吼，来帮赞用科学的证据，用你社会学的资料来实在帮赞咱白话字要安怎拍拼，帮赞咱要安怎提证据反驳，中华民国人的意识，这方面我感觉是毋是，过来你的论文会当加强的所在，多谢。多谢陈雷生，就是文章真有影响，请到陈雷生来甲你考试的。是，对，我甲迄个文章消化一下，我先继续读一下迄个开讲式的大家的回应。迄个另外遐有补充讲是，拄则减去字，结尾课文着采用通用拼音，是因为因着是要含汉文通。过来阿天有回应讲，陈雷生所讲的欺骗的手段，四个字嘛是安尼。过来想问，就甲我刚讲，袂输搁在考试安尼，咱就交互文章来回应安尼。好，在先回应迄个梁光兄的问题。梁光兄拄则，我感觉伊可能嘛是小看误会我的意思，我嘛毋是讲，就是要甲使用无共套的人要，就是咱要拍歹关系啊是安怎？因为实际上我身躯边嘛，抑是有朋友是使用网络的人，对，我嘛袂甲因讲。你莫用这啊！你来写白话字，我嘛当然是无可能安尼甲伊讲。毋过伊逐工看会着我，就是我写白话字互伊看安尼尔。所以我想要强调的是讲，我就是透过我会当做，我家己去实践，就是我无法度讲我一定会甲伊影响，也是安怎。毋过至少就是，我就是互伊看着我是安尼款咧做我家己做台湾人，对。所以我嘛袂去甲伊讲。你安尼毋好，你莫做。就是其实，写台文的人，相对伫中华民国来讲，拢是弱势，所以咱其实拢是互压迫的人。所以我无感觉讲，系啊，我无感觉讲安尼就会拍歹关系啊，是安怎？因为对我来讲，其实就是愿意写的人，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拢，是算是一个大家是。搁较大起哩，就是万乐白话字，搁较起哩，迄个搁较大的一个社群啊，对。所以大家要是伫迄个大的社群内底安尼，对。这是先回应梁光兄的问题。迄个陈雷生，我感觉你讲到足好个啊，就是目前我就是能力有限啊，就是要继续，就是希望未来。就是我目前做着是安尼，我感觉你所讲的，就是嘛真重要，就是去用这个理论去透过这个理论去验证我所讲的安尼，就是遐个人遐个受访者的行为，毋过这是需要搁较大的迄个data 嘛，所以这其实是搁较大的工程，过来就是讲咱到底会当找着偌济符合即款研究的人，对。当然白话字这边我感觉是绝对无问题。毋过若是两个要做对照的时阵，就是使用迄个网络的人迄边可能就较歹做。所以未来这个主题若要做，可能就是要会以白话字使用者为主啊，对。就是因是像我拄则讲的，因是搁较有未来性，因为。咱会当为现此时白话字使用者这个社群去看到足侪因咧做的代志，因的实践。若是未来我若
有机会会当搁做研究，我想应该就是专心做白话字这块啊。对。我敢会当迄个回应迄个文章一下吼，我可能拄仔讲无，迄论述讲啊无清楚啦吼。我着讲这，咱论这，我想是咱若想假设讲，即个国民党伊是有意的要来加设一套啦吼，啊要甲互你白话字会变做讲安尼较无地位吼。本地人一套文，咱着本地有一套文字系统好好嘛，啊为着要主动你的发展吼，啊来设计即套网络出来啦吼。啊，我想后壁有咧操作啊无？我想应该是会有啦。啊，毋过伫土鲁牌内面遐个人，伊会主张安尼，我想是中国的包袱啊伤重啦，吼，啊中计啦，吼，我想是用安尼来甲想会较好。啊，即摆来我要讲的就是讲，咱若安尼要来破讲，要哪破因的计，吼，咱要用啥物款的方式来对付伊啦，吼。所以我毋则强调讲，咱就是讲用白话字是文字，吼。啊，即个万罗拼音，伊迄是拼音嘛，伊后当来注汉字，伊上主要伊是要来注汉字嘛，吼。啊，伊嘛当用来注白话字啊，因为一寡腔口白话字，因为你若既然是白话字，就是讲你一定爱照传统的文字形式来写，像英文的足侪无合理的所在啊，然后你照迄个音来讲，根本就足无合理啊。啊，你若一人写一套，吼，啊，你若腔口无共，你就是照我的腔口写，啊，你要哪变做文字？啊，你文字就是讲无照腔口写嘛，吼，啊，这是文字。啊，所以就是讲，你若是讲本来是通用拼音也好，还是讲啥物用 IPA 来写来做注音符号也好，还是即个闽南音吼闽罗来做拼音系统，安尼我是会当接受啦。但是到目前为止，主张闽罗的人，伊嘛无讲闽罗字啊，伊嘛讲是闽罗拼音安尼尔啊。哦，所以咱若用即种的策略，安尼来甲论述落去，变做讲双方面应该拢会当接受啦吼。啊，其实我捌含即个主张哦，伊毋讲主张闽罗啦，是讲伫即个实用的，徛伫即个实践的过程的中间，伊较用闽罗拼音吼。啊，我的答案是安尼啦吼，就是讲要甲即个白话字当做法定的台湾文字，即点的决心无改变啦吼。第二点，伊的讲法就是讲，即个闽罗拼音吼，含白话字基本上无冲突啦。啊，你学一套了后，你要搁进入来白话字，会足紧啦吼。啊，伫即个现实的即个中华民国的教育系统的中间，吼，咱若是用即个闽罗拼音，你介少抑搁比用即来取代波波摸摸搁较好啦吼。我毋是咧赞成即种论点，但是我是徛伫咱即摆要评论的时阵，爱徛伫因的视角，吼，来了解因的想法，吼，啊，咱较来讲要哪对应啦吼。啊，到即个程度，因为讲到即个符号即种的物件吼，逐个拢讲啊足情绪化，啊，所以袂当讲足理性来去讨论。啊，介少伊安尼我解说的时阵，我是会当接受。啊，我是感觉讲，咱要来即个较注重的吼，包括讲识文吼，拄啊，即个秀文医师咧讲的讲，要安怎鼓励人来学白话字吼，啊，莫用即个，歹势吼，这 OK， 莫用即个闽罗吼，我是感觉讲，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吼，若假使讲咱有较侪机会去了解白话字的传统吼，还佫了解咱文字的即个台湾的即个使用的习惯的时阵，慢慢啊会晓。若主张讲要写全部罗马字的吼，我想会用白话字啊。啊，佫一点，你若讲即摆去用 AI 去甲用啦吼，你用英文去甲翻做台语出来，拢是白话字啊。哦，所以是这证明讲，
即个咱传统的数据的内面，伫咱的底台的内面，咱就是白话字嘛。我改成抑搁我咧甲试用迄个英文吼，甲翻做即个台语吼，我抑搁毋捌看过出现一篇全部万落的文章出现啦。啊，足济是拢是全部是白话字，所以是证明讲伫咱的文化的底池的内面，咱就是白话字嘛。所以咱对这爱有信心啦。文章敢有你要继续消化者无？我继续甲迄个对话窗仔有足侪对话读互大家听，对啊，大家有要讲话嘛，当迄个歌野手安尼。啊，我替大家读一下咱对话窗仔的内容。拄则是读到说阮讲美术搁咧考试，过来对两老话爱文章读博士。过来演员听补充讲，迄当时客委会主事者嘛是想要甲台湾用通用拼音，只是迄当时第两位教授李庆华教授以及杜正成部长真正了解历史文献甲语言学的精髓精粹，所致台语最后采用台湾了。啊，我嘛叫文章读博士，这位叫文章读博士。无啥物问题，叫文章读博士；小温叫文章读博士；叶凯叫文章读博士；玉琪叫文章读博士；阿天，等一下，我先坐一下，等下好。阿天讲论真，咱含在记音都毋免花大了。玉琪补充讲，我感觉白话字甲教会的历史嘛有关系。过来阿天补充讲。花台罗就是有后骹的角色，咱毋过硬要找代志互伊做，替因顾民主。彭俊彦回应讲：乖孙的啊，厝平埔好不好？阿公，你讲啥？我听无呢。食苹果好无？好。啊，乌羊即摆小痛痛诶。遮诶人，我着当做恁无方便开麦，我替恁读哦。好，想讲小可分享我家己对白话字甲教育部诶看法。像一寡有志讲诶，教育部主张诶，就是以汉字为主，万落是拼音。白话字就是拼音文字，而教育部的目的，终基本是要使用汉字，毋过有真侪汉字因嘛未决定要使用啥物，搁有因家己教育部的人对已经决定的汉字嘛毋是完全同意，所摆真侪嘛是拢家己写家己的，这是我所听到的。若是用我家己做咧。我大生是对网络顶悬学罗马字的，所摆我找到的影片拢是教白话字，教育部要教的就是汉字，所摆真学找到教万落的影片，因为自细汉是学英语英文，对我来讲学罗马字是绝对比汉字较简单，互住台湾的少年人。我感觉嘛是共款，因为因看汉字的时阵，伫头壳内底是走出，伫头壳内底走出来的音绝对是中语的音，毋是台语的音。白话字就完全无共啊！看到文字绝对袂走中语的音，歹势拍遮侪，毋过这是我家己学台文的感觉。好，安尼文章你应该消化了啊，时间到你。顾在你啊，顾在你想要回应任何拄则，大家回应拢会使，还是你有想了啥？是读破书啦，你要回应读破书这代志。读破书，我刚要困者。我应该是讲，我感觉这个主题，我希望会当有搁较侪人落去做，系啊，就无一定爱是我，因为我感觉我即马会较想要行向，就是另外一个，比如讲实际的路，
就是希望会当甲咱即个白话字的群体有搁较侪连接，就所以这就是可能读博士会较孤单，对啊，就是你无开麦？哦，好，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文章伊所看到的白话字社群的内容。就是这是阮甲囡仔社，我妈妈办甲囡仔社会的活动，这已经毋是阮工作人员的群组，这是甲家长的群组，啊嘛是囡仔咧写的批，就是专白话字。啊，连就是阮之间朋友之间咧送一寡足无正经的物件，就是阮全部就是拢是写白话字。对，毋知有人敢是要分享什物送物仔的图？哦好，歹势，即个无要分享，对，袂使分享，袂使，好，对啊，对文章，你讲的具体、实体，你要实践啥？我嘛想要补充一个，就是拄则迄个梁光孝有讲着，讲你讲甲慢拼迄套，讲因是拼音，毋过因讲实际上，阮是真正有看到慢拼的使用者，因已经注定讲，其实虽讲伊写讲是拼音方案，毋过其实实际上是文字。即款的主张我已经看几六档啊，所以其实敢真正完全无冲突，还是就是咱，而且有冲突的，敢真正是咱白话字的使用者要产生冲突，我感觉咱会当想看嘛，因为实际上。咱就像咱台湾未对中国发动战争共款，发动战争的权力永远是伫有掌握资源的人身躯顶。对啊，实际上有使用慢拼，还是讲，就是掌握资源的人，因是主张慢拼，若是拼音，实际上是文字。安尼的时阵，敢就是相拍，敢是咱要拍因。到尾即个文字要形成吼，主要一定是要有文化通路啦，你不管讲你一个系统偌好偌歹，到尾你文化通路掌握着的人，摕去食嘛吼。即个目前的即个文化通路，就是学校、媒体，就拢国民党，就是讲咱个保守势力掌握掉咧嘛。所以咱即马白话字的文化通路，就是好加载有自媒体啊。是。慢慢来，才有会当慢慢来有扩大的空间啦。实际上我无确定文章安怎想，毋过就是我咧想，阮其实无，因为对阮有影感觉，就是即两，你讲白话字甲慢拼之间是竞争关系，毋过我家己个人的实践顶头，我是无甲因当做是对敌，因为实际上因就是无咧用，对，因实际上无咧用，真正的对敌是利用慢拼来。甲咱的资源分去的人，所以其实是中华民国这个系统。我其实无甲慢拼，也是慢拼的使用者本身当作是对敌，重点是创造这个系统的顶悬的这个权力。所以其实嘛毋是讲中国党尔，其实就是中华民国这个系统。我咧想，就是阮这类人安尼，其实是安尼咧思考代志的。到好文章，你这是主讲。我唔知啊，你认识讲啊？你在考试？我考试了。对啊，其实我甲过论顶想的共款，就是咱其实是爱去意识到中华民国。虽然讲咱咧讲白话字是文字，白话字的历史足要紧等等的，其实包含我感觉伫台湾，就是咧做语言的研究，因定定拢会去忽略，就去忽略中华民国的存在，就是我感觉伫即个。伫咱咧做台湾人咧做台湾人的研究的时阵，其实咱是爱甲中华民国考虑入去，对，毋是中国国民党，是中华民国。啥物啦？阁有人补充啊？等一下哦，又阁是咱的长老，对，迄个冯俊安，
伊个网络名，大家毋知敢有看到迄个草地长乐即个 fan page，那各位先辈、各位友志有咧使用面册甲 Instagram，对，就是草地长乐嘛是用咱台湾在来字，无论是白话字还是在来四个字做诚侪面，就是咱台湾人的面，也是会当利用面来咱来去看，对我来读迄个最间伫对话窗仔的补充，番麦番麦在来米甲咱差不多，嘛通算是本地的米。番麦在来米就近，毋是正经的米。咱番麦才是正港本地的米。在来米讲，番麦虽然有人讲玉米，毋是带字米，着真是米。番麦，恁在来米实在孤单啦。干那恁是米，番麦着毋是米，恁甲米做啥啊？甲大家分享。所以我想到你在躺这样子。恁现场敢毋要讲话？迄个论点，我想我即马先甲迄个录影停起来，好无？OK。安尼大家开对话。是。台湾民族好，敢阁有友志要做伙来分享交流的？